咱台湾人爱食高丽菜，这国内目前加工用的高丽菜种的面积有800多公顷，部分的加工需求就要靠进口的。台中的农改场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唔惊高温的高丽菜新品种台中3号，吃起来脆个适合加工，而且伊佫有这抗病毒、产量高的特色，无的确未来会当做外销。 高丽菜无论是用菜、煮火锅，也是加工做菜干，拢真适合。目前台湾高丽菜种的面积大约有8300公顷，菜系产量排第1，有菜王的称呼。但是大人高丽菜产量少，台中农改场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会当冻冠温的高丽菜新品种台中3号。 夏天的部分，因为平地高温导致它的栽培不易，因此夏天甘蓝栽培的地方会以高冷地为主。甘蓝台中3号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借由平地栽种的部分去调节夏季高冷地产能不足，其实它具有抗黄叶病的一个基因，因此它在栽种的时候它是具有抗性。 农改场说明，目前热浪的关山高丽菜产量少，佫接出现黄叶病，加上极端气候这个原因，拢会影响农民收成，真需要培育出像台中3号这种会当抵抗环境逆境的品种。另外，气候变迁也会互病虫害增加。农改场另外一项研究成果是利用真菌的生物防治来对付这几年互农民真好听的臭青菇啊。荔枝春象它主要是危害就是荔枝园和龙眼园嘛。那我们平常呢会使用化学农药去喷洒荔枝园和龙眼园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蜜蜂采蜜。那我们就希望说呢，从生真菌的开发，然后去取代化学农药。农改场表示，过去利用假成芳对臭青菇的防治率大约60%，效果有限。利用为真菌分离出来的淡紫菌防治，经过试验，臭青菇的死亡率超过80%。预计明年初会当技术转换给厂商，并明年底进行量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